一返到屋企，最驚係成間屋又熱又焗，開冷氣又唔通風，冇晒電。Yohome 4D 循環扇唔係淨係識得吹風咁簡單，涼得快，夠靜，夠智能，仲超慳電，360度循環觸風，立體搖頭，左右搖頭，上下搖頭，唔係淨係識得吹前面，係成個空間都做對流，每秒7.8米高風速，送風超過10米，唔使等好耐，成間屋就好舒服啦。比市面嘅循環扇安靜10倍嘅運轉聲，給你最舒適安靜嘅枕邊柔風。Yohome智能聲控，攞住嘢煮緊飯，做緊 project 都唔使特登行過去撳。小優，我喺度。打開風扇。OK，風扇已打開。小優，我喺度。打開睡眠模式。OK，已打開睡眠風。連講都懶得講，咁就交俾 Echo 模式啦，會根據環境去自動調風，你只需享受完美舒適溫度。夏天開冷氣，成間屋都會涼得快啲；冬天開暖氣，角落頭都暖埋，又唔焗。擺喺淨化機隔籬，啲乾淨空氣可以均勻去晒全屋。開窗嗰陣，佢仲可以幫你加速對流換氣。回南天最啱，配住除濕機用，成間屋乾爽好多。12檔風速細節調節，瞓覺、做家務、睇劇，總有一段風啱晒你。機身輕巧，房堂廳想放邊就放邊。Yohome本身都係做家電好出名嘅品牌，品質有保證，涼得快，夠靜，智能慳錢。Yohome 4D 智控語音循環扇，唔止係一部風扇咁簡單。